劳动部为了要提升工作场所平权概念，就翕宣导影片你就是家己的光，用底片方式，甲这社会上接看到的中国人朋友、身心障碍族群的还有这个新住民，因所当到的问题，甲翕出来。部长柯明春就表示讲，希望透过影片，互社会产生同理心和平权的概念。演员谢晴婷演的是一个低调拿喉癌，因为手术了后无法度正常讲话的患者。经过社会理解和同理，总算找到头路的真实故事。另外一支是对演过来台湾的越南新住民要找头路的时，拄到的这困境。劳动部透过影片要来宣导这场平权的观念。平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不只说因为这是法令的规定，大家遵守法令。我们更希望透过各多元的方式。好，让大家潜移默化，把这样的一个职场平权、就业平等能够内化成一种意识，共同努力，我们来营造真正的职场平等而且友善的一个职场环境。部长柯明春讲，英国政府拢是用禁止歧视法令来要求企业。这届劳动部希望透过影片，互观众产生同理心。主要的演员嘛出面呼吁企业会当重视身心障碍就业，也有新住民就业的议题。我希望社会大众呢能够将心比心，然后感同身受，然后能够多多的包容中高龄就业、二度就业，或是身心残障就业。一些像我们新住民的，还是来这边工作的劳工，还是看护，如果需要帮助的人，就可以来找那个就业服务站，或是我们劳动部都可以得到协助这样。劳动部望讲，透过影片的传播，让大家有这场平权的意识，做伙打造平等优先的这场环境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